我们已經講完了第16章，我哋已經講完咗第16章。現在我們要開始第17章。而家我哋開始第17章。我們現在一同翻開約翰福音第17章。而家我哋一齊打開約翰福音第17章。我們從第1節一直念到第3節。我哋從第1節一直讀到第3節。翻到一同開聲來讀。我哋一齊開聲讀。耶穌說的這話，就是我望見說，父啊，時候到了，願你榮耀你的兒子，兒子也榮耀你，正如世界他權柄完全反了這些，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，認識你唯一的真神，並認識你所愛的耶穌基督，這就是永生。我們讀經就到這個地方。讀經就到呢一度，我們低頭禱告，低頭禱告。我們感謝讚美你，曾經從父出來到了世界，又為世界的人成就了救恩，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裡去。當你到世界上來的時候，你具體的彰顯了神要世人明白的所有啟示的高峰，所有啟示具體的生活，啟示傳講出來的信息。我們感謝，我們讚美你，你對我們說認識你就是認識父，沒有子的人連父也沒有，看到你的就看見差你來的父，信你的不是信你，是信差你來的父。我們感謝，我們讚美你，你是上帝那不能看見的形象所能看見的形象樣式，你是那從來在永恆中間住在光中的上帝，在地上顯明的光。我們把一切榮耀歸給你，就是今天用你自己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的思想，引導我們的靈性，引導我們的生活，引導我們的知識，使我們聽明白你的話語。感謝讚美，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你，阿們。在靈辨真言裡面，耶穌宣布了他的4個大的動作。耶穌宣布咗佢4個大動作。第一，我從父出來；第一，我從父出來；第二，我到了世界；我到了世界；第三，我離開這個世界；但我離開呢一個世界，回到父那裡去。我回到父那裡去。這4個行動，呢4個行動，就是使基督教與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分明出來了。就係讓基督教同埋所有宗教唔同嘅地方將佢表明出嚟。基督教絕對不是出於地盼望回到天的一個行動，基督教絕對唔係地盼望回到天一個行動。基督不是出於世人的範圍顯出了最英明、最高超、最天才的宗教這個分子。基督唔係出於地嘅呢一個範圍，出嚟最高超、最英明嘅分子。基督乃是神到地上成了人，基督係神到地上成為人，所以最偉大的宗教家、哲學家、文化學者都是從人間出來的。所有最偉大嘅宗教家、文學家、哲學家都係從人嘅中間出嚟嘅。耶穌基督是從父出來的，但係耶穌基督係從父出嚟，他的出處與所有的宗教領袖是不一樣，所以佢嘅出處同所有宗教領袖係唔一樣。耶穌說我從父出來，耶穌話我從父出來，我到了這個世界，我到了呢個世界，成全了父所託付他的責任的時候，同埋成全咗父託付佢嘅責任嘅時候，又回到父那裡去，佢又回到父那裡去，從父出來到世界，離開世界回父那裡去，所以從父出來到世界，又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裡去。這就是道成肉身的奧秘，呢個就係道成肉身嘅奧秘。這是2條路向的完整的寫照。佢就係2條路線嘅完全寫照。宗教家之人盼望把別的人帶到另外一個世界的企圖，宗教家係盼望將人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嘅呢一份企圖。宗教家是罪人盼望代替別的罪人
找出一条出路。宗教家係自己作為罪人，盼望代替其他嘅罪人揾到一條嘅出路。福音絕對不是如此，但係福音絕對唔係咁樣，福音不是宗教，福音唔係宗教，救恩不是宗教，救恩唔係宗教，救主不是教主，救主唔係教主。地上而來有罪的人是沒有辦法拯救同樣有罪的人。地上有罪嘅人係冇法子拯救同樣有罪嘅人。出於天上的神永恆旨意中間，被神在永恆中間生出來的兒子，道成肉身，才能把真正盼望帶到人間。所以只有從上帝出嚟到世界嘅人子耶穌，先可以將真正嘅盼望帶到嚟人間。所以這是兩個方向，所以呢個係兩個方向，一個是從神到人間的方向，一個係從神嚟到人間嘅方向。第二是代替全人類得勝，再從人回到神那裏嘅方向。第二個係代替全人類得勝，再翻去父嗰度嘅呢一個嘅路線。這個 two-way traffic， 呢個係 two-way traffic， 只有一個救主，只有一個救主獨自承接了這個事情，獨自成全咗呢一件事情。耶穌以在世界得勝的身份宣布最後一句話。耶穌喺地上以得勝者嘅身份宣佈最後一句説話：在世上有苦難，你哋喺世界有苦難，在我裏面有平安，但係你哋喺我嘅入邊有平安，你們可以放心，你哋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得勝了世界，因為我已經得勝了呢個世界。因為進入得勝的世界，所以他才有資格回到父那裡去。就係因為基督得勝咗呢個世界，佢先至有資格翻過去父嘅面前。因為基督從聖潔的天到犯罪的地，然後在地上受試探、受誘惑、失敗、墮落以後，他就不能回去了。如果耶穌從聖嘅天嚟到呢個犯罪嘅世界，如果佢墮落失敗，佢就唔可以翻到去父嗰度。這個是在希臘神學裏神話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。呢個係希臘神話入面一個好重要嘅主題。你們知道希臘神話有一個神叫做 Cupido， 你哋知道希臘神話有一個神叫 Cupido 射箭到誰的心中，那個人就被愛折磨，沒有辦法退。丘比特射箭喺一個人嘅心裏邊，嗰個人就被愛折磨而冇法子自控。那麼 Cupido 自己也曾經墮落過。咁丘比特自己都曾經墮落過。天神對他說：咁樣天神對佢話：你可以到地上去跑跑，你可以去地上嗰度行下，你要謹慎，但係你要謹慎，因為你是要回來的。因為你係要翻去嘅。你在地上的時候不要受試探。所以你喺地上嘅時候唔可以受試探。你跌倒以後，你就不能回來。你跌倒之後你就唔可以翻嚟。受什麼試探呢？咁樣受咩試探？地上有個女人叫做 Psyche， 咁喺地上有一個女人叫 Psyche， 這個人美得不得了。呢一個女子靚到不得了。當他在睡覺的時候，咁當佢喺度瞓緊覺嘅時候，看見了他，你睇見到佢，你可以發乎情，但是止乎欲。你可以發乎禮，但你要止乎欲。你不可以去摸他，你唔可以去摸，你不可以去親他的嘴，你唔可以去錫佢嘅嘴。無論他多麼美，無論佢幾靚，犯了這一條，如果你犯咗呢一條，你就不能回來了，你就唔可以翻嚟。Cupido到人間來，所以丘比特嚟到人間，真的找到了 Psyche， 後來佢真係揾到 Psyche， 這個 Psyche美得不得了 Psyche 靚到不得了。睡覺的時候真的吸引人不得了。佢瞓緊覺嘅時候真係非常嘅吸引人，實實在在就是個 Sleeping Beauty， 實在就係一個睡美人。所以他看到這美的女孩子，所以睇見呢個咁靚嘅女子，情不自禁，佢就情不自禁，他就忘記了對他勸勉的話，又唔記得咗對佢勸勉嘅説話，忘記了那個戒律，唔記得咗嗰嘅戒律，所以他就把 Psyche抱起來，所以佢就係抱住西兒就親了她，就錫咗佢，親了以後呢，一錫咗之後，他就變成地上的人了，佢就變成咗地上嘅人，他就永遠不能回到天上，佢就永遠唔可以翻返去天上。過去的東西成為過去，過去嘅已經成為過去，過去的享受成為記憶，過去嘅享受成為記憶，以後的日子就是在地上的情景。以後嘅日子就喺地上嘅情形。但是對他來說，但係對佢嚟講，是記得那個戒律，係唔係記得嗰個戒律？他忘記，佢唔記他得，知道這個女子太漂亮，佢就係知道呢個女子太漂亮，就跟他親了一嘴，所以同佢錫咗一啖，失去了永恆了。就失去咗永恆。他甘願嗎？佢甘願嗎？可能他也甘願，可能佢因為都甘願，他回天堂不回天堂不管，這就是天堂。因為佢認為翻唔翻天堂唔緊要，佢認為呢一個就係天堂。進到這個世界，
入到呢個世界，很難不被世界引誘的。係好難唔被世界引誘嘅。進到犯罪的世界，入到犯罪嘅世界，很難得勝世界的罪惡。係好難得勝世界嘅罪惡。耶穌基督離開父到世界上來，所以耶穌基督離開父嚟到世界，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裏去。又離開世界翻去父嗰度。這四句話所隱藏的真理是什麼？呢四句話隱藏嘅真理係乜嘢呢？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聖者，耶穌基督係上帝嘅聖者，絕對的聖者身份進入犯罪的世界，佢絕對聖潔嘅聖者嘅身份進入犯罪嘅世界。世界道成肉身33年半的時間，佢喺地上道成肉身33年半嘅時間。33年半的裡面，喺33年半嘅入邊，耶穌有1秒鐘跌倒，如果耶穌有1秒鐘跌倒，1秒鐘犯罪，有1秒鐘犯罪，永遠不能回去。佢就永遠唔可以翻去。當然，這個就引起了一個神學問題。當然呢一個就引起一個神學問題。耶穌在世上的時候，能不能犯罪？耶穌喺世界嘅時候，可唔可以犯罪？他可能不可能犯罪。佢可唔可能犯罪？如果耶穌沒有犯罪的可能，如果耶穌冇犯罪嘅可能，豈不是等於那些試探都是演戲嗎？豈唔係咁嘅試探不過係做戲嗎？既然試探他，既然試探佢，要他犯罪，就係要佢犯罪。地上的驕傲，地上嘅驕傲，眼目的情慾，眼目嘅情慾，肉體的情慾，肉體嘅情慾，三次的試探代表3種犯罪的內容。三種嘅試探代表3種犯罪嘅內容。你可以用舌頭變成食物來吃吧，一個將石頭變成食物嚟吃吧，肉體的需要。呢個係肉體嘅需要。你可以從高高的地方跳下去吧，你可以從好高嘅地方跳落去吧。上帝的使者不扶着你，使你的腳不碰在石頭上。上帝使嘅手會扶着你，唔會讓你嘅腳碰喺石頭嗰度。還有你可以看全世界的榮華富貴，仲有你可以睇全世界嘅榮華富貴，都要賜給你，都要賜俾你。無論是肉體的情慾，所以無論係肉體嘅情慾、眼目的情慾、眼目嘅情慾、今生的驕傲、今生嘅驕傲，試探的3大內容，都到耶穌基督面前。試探嘅3大內容都去到耶穌基督嘅面前。希伯來書第4章告訴我，希伯來書第4章話俾我哋知，凡事受試探，佢凡事受試探，不是單單3個層次，唔係單單3個層次，都所有的細節、所有的小的地方都有試探來到他身上。其中所有嘅細節同埋細嘅地方都有試探臨到佢嘅身上。馬太福音第4章、路加福音第4章，而且路加福音第4章、馬太福音第4章、同埋馬太福音第4章、馬可福音就馬可福音記載他3次受試探以後，記載佢3次受試探之後，出現了一句話，出現咗一句話，撒旦就暫時離開他。撒旦就暫時離開佢，表示得勝了3次，他就沒有犯罪的可能，沒有試探的來臨嗎？不是，表示得勝呢3次試探，佢就冇犯罪嘅可能同埋呢個再受試探嗎？唔係，撒旦暫時離開他，撒旦暫時離開佢，還會再試探他，以後仍然會再試探佢。基督在地上的33年半，咁樣基督喺地上嘅33年半，充滿危險，充滿危險，時時有試探，時時有試探，處處有陷阱，處處有陷阱，非常危險，係非常危險不像希臘神話 Cupid and Psyche 那簡單的一吻決定一切，唔似呢個丘比特同埋西田簡簡單單嘅一條一吻一吻就決定一切。就決定咗一切。耶穌是受過千萬次的試探，耶穌係受過千萬次嘅試探。我用神學問題來做討論。咁我哋用神學問題嚟做討論。耶穌在地上可能犯罪嗎？耶穌喺地上可能犯罪嗎？因為他成了人，因為佢成為人，有肉體的人，有肉體嘅人，有情慾功能的人，有情慾功能嘅人。那麼他如果不可能犯罪，咁樣佢如果唔可能犯罪，不是道成肉身，不過是在演戲。原來他有超脫試探免疫功能的。咁樣佢道成肉身，不過係做戲，唔係佢有呢個超越呢個慾望嘅呢個功能。所以這個邏輯上沒有辦法通過。所以喺邏輯上嘅冇法子通過。但係另外一方面嚟看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嚟睇，耶穌也是神。耶穌亦係神。如果受試探失敗的話，
咁如果受試探失敗嘅話，那他的神性变成堕落的神性，咁樣佢嘅神性就變成墮落嘅神性啦。救赎的功能完全不可能成就了。咁樣救贖嘅功能就完全冇可能成就。不等於說神的旨意就敗在魔鬼的意念中間嘛？咁樣唔係神嘅旨意就輸喺魔鬼嘅意念中間。這個問題在有生之年，我們有限的理智是很難完全明白的。所以呢一方面喺我哋有生之年，我哋嘅理性係好難完全明白。我們只能在這個陷阱，在這個矛盾中間，用一種話來做一個解決。我哋只能夠喺一份嘅矛盾，用一種嘅説話嚟做一個解決。Was Jesus possible to be tempted and to fall？當然，耶穌基督係可能受試探而跌倒。我們的答案大概是這樣。我哋嘅答案大概就係咁樣。Logically say yes。邏輯上嚟講冇錯。Ontologically say no。但係本體上嚟講唔可能。從邏輯來看，耶穌是可能跌倒、試探、犯罪。從邏輯上嚟講，耶穌可能受試探、跌倒、犯罪。本體論來說，耶穌基督真正是沒有犯罪。而本體論嚟講，耶穌係真正冇犯罪。繼續再討論下去，可能嗎？不可能嗎？是嗎？不是嗎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。繼續討論落去，可唔可能？得唔得？係冇乜太大嘅意義。希伯來書第4章告訴我，咁喺希伯來書第4章話俾我哋知，凡事受試探，佢凡事受試探，只是沒有犯罪。只是沒有犯罪。所以我們只能相信基督的得勝是真正的得勝，不是演戲的得勝。所以我哋只能夠相信基督嘅得勝係真正嘅得勝，並唔喺度做戲。這個經過苦難、經過逼迫、受災害、被釘十字架的耶穌，受試探的人子，是完完全全得勝的中保。所以經過試探、苦難、十字架係完嘅耶穌係完完全全得勝嘅中保。當他結束了他在地上的任務以前，所以當佢結束咗喺地上任務之前，特別發出了指對父交代清楚的一個禱告。佢特別發出一個指向父交代嘅一個禱告。這個禱告是全聖經裡面無論什麼人都不能相比的最長的一個禱告。呢個禱告係成個聖經冇人可以同佢相比一個最長嘅禱告。這個是指以父說話，內容最豐富的一次的啟示。呢個係指向父禱告嘅最詳盡嘅一次啟示。我們在聖經裡面看見好幾次聖子對聖父講話。我哋聖經好幾次睇見聖子向聖父説話，但係常常都是一兩句就結束了。但係經常一兩句就結束啦。可能叫這個杯離開我，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照你的意思，就這幾句。如果可能求你將呢個杯離開我，但係照你嘅意思，唔係照我嘅意思，就係呢幾句。父啊，求你榮耀你的子。父啊，求你榮耀你嘅子。這些話都很簡短的禱告詞。你呢個説話都係好簡短嘅禱告詞。約翰福音第17章，但係約翰福音第17章唯一的一個例外，係唯一嘅一個例外。全章禱告詞。成章都係禱告詞，一節都是禱告詞，每一節都係禱告詞。只對父所講的話最長的一次的記錄，係指向父説話最長嘅一次記錄。這是全本聖經沒有任何其他的1173章可以相比唯一的一章。呢個係成本聖經冇一章可以同呢一章去相比。也是馬太、馬可、路加從來沒有寫下、沒有記載唯一的一章。亦都係馬太、馬可同埋路加從來冇記載同埋寫下嘅一章。我研究、我思考傳講約翰福音，我研究、我思考、我傳講約翰福音，心裡常常充滿感激。我心裏邊經常充滿感謝。耶穌在選門徒的時候，特別例外選了一個最年輕的約翰。耶穌揀選門徒嘅時候，例外揀選一個特別年幼嘅約翰。從年齡、從學歷來說，可能他是沒有資格跟彼得這些人在一起的。從年齡同埋學歷，可能佢冇法子同彼得呢一啲其他嘅門徒去相比嘅。但從超歷史嘅眼光，耶穌基督嘅選擇是完全沒有錯誤。但係從超歷史嘅眼光，耶穌嘅決定係冇錯。因為事實證明，其他的門徒所領受的，沒有一個超過約翰所領受的。
因為事實證明冇其他門徒領受嘅係超越到約翰。事實證明，所有福音所記載的，沒有一個超越約翰福音所記載的。事實證明嗰個記載福音係超越到約翰。從論點來說，沒有一個所記載的思想超過約翰所記載的深度。從呢個思想論點嚟講，冇一個超越約翰嘅深度。從歷史的這一個任務來說，當這些人都死的時候，接下來幾十年，只有一個約翰，一個人抗爭所有的異端。從歷史任務嚟講，當其他門徒都死咗之後，得約翰一個人嚟到抗爭所有嘅異端。彼得跟保羅大概主後68年就死了。彼得同埋保羅大概主後68年佢哋就死咗啦。約翰在主後90多年寫了這個福音。約翰喺主後90幾年寫咗呢一個福音。在這20多年的裏面，所以喺呢20幾年嘅入面，世界上再沒有一個活着的門徒。世界上再冇一個活着嘅門徒，除了約翰自己以外，除咗約翰自己之外，一個人抵擋強敵，佢一個人去抵擋強敵，抗戰諾斯底福音，抗戰呢一個諾斯底福音，抗戰整個羅馬的逼迫，抗戰成個羅馬嘅逼迫。一個人要兼顧全世界的聖徒。佢一個人要兼顧全世界嘅門徒，他的同伴、他的前輩，一個一個都死了。佢嘅同伴同埋前輩一個已經離開世界，剩下他獨自一個人，係剩翻佢獨自一人。你可以想象他責任多麼重，所以可以想象佢責任係幾重。這個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他最年輕的時候，那個時候耶穌就選他。所以知點解喺佢最年輕嘅時候，嗰陣耶穌揀選佢，因為他這個年齡的人，因為佢呢一個年齡嘅人，他在歷史上有負擔的責任，佢歷史上要負擔嘅責任，思想深度內容的所有的肯定性，佢嘅思想內容深度嘅肯定性，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替代，冇另外一個人可以替代。如果沒有約翰，如果冇約翰，今年全世界的基督教要損失多少？今日全世界基督教會損失幾多？如果沒有約翰，如果冇約翰，多少最偉大的神學的問題、神的真理，我們永遠不能明白。有幾多最偉大嘅神學問題，關於神嘅真理，我哋永遠唔可能明白。如果沒有約翰福音，我們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步的人來找耶穌。如果冇約福音，我哋唔知道有尼哥底母嘅人嚟揾過耶穌。如果沒有約翰，我們從來不知道耶穌到過撒瑪利亞去對那個婦人傳道。如果冇約福音，我哋唔知道耶穌到過撒瑪利亞，對過嗰個撒瑪利亞婦人傳道。這是幾個很簡單的例子。呢個係幾個好簡單嘅例子。醫治那38年的病婦，醫治嗰個38年病患嘅人，生來就瞎子的乞丐，仲有生嚟就係黑眼嘅乞兒。怎樣為真理、為基督做偉大的見證？點樣為真理、為基督做偉大嘅見證？寫了許多許多的事情。仲有其他好多嘅事情。約翰留下給我們，係約翰留低俾我哋。如果沒有約翰，如果冇約翰，甚至沒有道成肉身這四個字，甚至冇道成肉身呢4個字。如果沒有約翰，如果冇約翰，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上帝的獨生子這個名詞，我都唔知咩叫上帝獨生子嘅呢一個名詞。如果沒有約翰，如果冇約翰，更不知道聖子對聖父禱告內容是什麼詞句。我哋更加唔知道聖子對聖父嘅禱告嘅詞句嘅內容係乜嘢。這就是這最年輕的約翰最特殊的任務。呢個就係最年輕嘅約翰佢最特殊嘅任務。這個禱告，呢一個禱告佔據了1174章聖經裡面完全一章，就佔據咗1174章聖經裏邊好完整嘅其中一章。好好思想，你好好思想，好好領受這一章的信息，好好去領受呢一章嘅信息，給使人的靈性非常豐厚的得着，可以讓人嘅靈性非常豐厚咁樣得着，也使教會對聖子、聖父、聖靈這三個獨特的一體的上帝內部的結構，他們的關係更清楚的認識。讓教會對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中間佢哋相互嘅結構更加清楚咁樣認識。三位一體的上帝是不是一個只能講不能行的道理呢？三位一體上帝係咪一個只能夠講唔能夠行嘅道理？我們很多時候說要講也要行，我哋好多時候話我哋又要講又要行。那麼三一論怎麼行？咁樣三一論點樣行出嚟？行道要行心道，
聽到要行到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有信心而冇行為係死我㗎。讲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咁當我哋講三位一體嘅時候，怎么行出来？我點樣將佢行出嚟？这是一切行动最重要的根據。其實呢個係一切行動最重要嘅根據。為什麼呢？點解咁樣講？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iune God with the three persons in one community. That is the only model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ty life. 就係呢個三位一體之間嘅位格制關係，就係呢個社區關係嘅唯一基礎。三個位格之間，三個位格之間，怎樣用愛結合？點樣用愛嚟到結合？三位一體的道理，三位一體嘅道理，人際關係的楷模，係人際關係嘅啟蒙，就是社會能夠互動、能夠合一的一個原版。就係社會能夠互動同埋合一嘅一個原版。我們有許多時候因為聽的道理是行不出來的，我哋嗰時候以為聽嘅道理係唔可以行出嚟㗎，事實並不是如此。事實唔應該係咁樣。三一的道理就是團契的基礎，三一嘅道理就係團契嘅基礎，三一的道理就是國際關係的基礎，三一嘅道理就係國際關係嘅基礎，三一的道理就是人類倫理的基礎，三一嘅道理就係人倫理嘅基礎，三一位格制的關係就是整個社會架構的基礎。三一位格制嘅關係就係成個社會架構嘅基礎。我們很多人看聖經沒有看到這麼深的地步，我哋好多人睇聖經冇睇到咁深嘅地步。神的道本來就是如此，但係神嘅道本來就係咁樣。耶穌對世界上的人講完了這句話，耶穌對門徒講完呢個説話，我們提到他從父出來到世界，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裡去。特別提到佢從父出來到世界，又離開世界回到父那裡去。天上來的身份兼顧地上有罪的人，而天上嚟嘅身份嚟兼顧地上有罪嘅人，你們可以放心，你哋可以放心，勝過了世界。我已經勝過了世界。這位從天上來得勝世界的救主，才是人類的盼望。呢個從天上嚟得勝世界嘅救主，先至係人類嘅盼望。他對世界上屬於他的人，對世界上屬於佢嘅人，第13章第1節說：愛他們就愛他們到底。從13章1節就話愛佢哋就愛佢哋到底。第16章最後一節對他們說：你們可以放心，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。16章最後一節話：你哋可以放心，因為我已經勝了世界。這世界有一部分的人是屬基督的。呢個世界有一部分嘅人係屬於基督嘅，基督把愛賜給他們，就愛他們到底。基督將愛賜俾佢哋，就愛佢哋到底。地上這一批屬基督的人，而地上呢一批屬基督嘅人，他們信主要還是住在地上，佢哋信主之後仍然住喺地上，充滿試探，充滿罪惡，充滿誘惑，充滿逼迫，充滿試探、罪惡、誘惑同埋逼迫，充滿苦難，充滿災害，充滿威脅，充滿許多的陷阱。充滿危險、災難，好多嘅危險。但是耶穌基督說：但係耶穌基督話：你們可以放心，你哋可以放心。耶穌不是把他們一救拉到天堂，免去苦難。耶穌唔係一救佢哋將佢拉去天堂而免去苦難。耶穌讓他們像他一樣進入世界，在世界受苦。耶穌等佢哋好似佢一樣進入世界，容許佢哋受苦。不同地方在哪裡？唔同喺邊一度咧？你昨天不認識我，你不知道你的地位有怎麼樣的得勝的可能。你前唔認識我，唔知道你嘅地位有點樣得勝嘅可能。我話俾你哋知，你們不必害怕，你哋唔使怕，你們不必焦慮，你哋唔需要焦慮，你們可以放心，你哋可以放心。我已經勝過了世界。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。你們雖然在地上，雖然你哋喺地上，你們不屬世界，你哋不屬世界，所以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。所以你哋喺我入邊有平安，不是在世界裡或在世界的權柄裡面，唔喺世界入邊，又活喺世界嘅權柄中間。世界裡或在我與你同在的位份裡面，你喺世界活喺我與你之間同在嘅位份入邊。你們身在世界，雖然你哋身在世界，心在基督裡，但係你身在基督裏，身在世界有苦難，你哋身在世界有苦難，身體在世界身體喺世界有苦難，有苦難，心靈在我裡面有平安。但係心靈喺我入邊有平安。我已經勝了世界，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。這個東西講完了以後，將呢一方面嘅道理講完之後，轉過來對這個
另外一个世界讲话，佢轉過嚟對另外一個世界講説話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呢個係好重要嘅事。因为基督是以中保的身份活在神与人之间，因為基督係以中保嘅身份活喺神與人之間，中保的身份活着上帝以及必死的人的中间，以中保嘅身份活喺活嘅上帝同埋必死嘅人嘅中間，中保的身份活在看不见的上帝跟看得见的世界中间，以中嘅身份活喺睇唔見嘅上帝同埋睇得見嘅世界嘅中間，祭司的身份活在赦罪的上帝与犯罪的人中间。佢以祭司嘅身份活喺赦罪嘅上帝同埋犯罪嘅人嘅中間。他安慰世界属他的人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過了世界，轉過來就同他的父講話。所以佢安慰世界嘅人就係話：你哋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過世界，就轉個頭向父上帝講説話。父啊，時候到。佢話：父啊，時候到了。所以這裡不是系統神學的題目，嚟自呢度唔係系統神學嘅題目，這裡是時間神學的救恩。呢個係時間神學嘅功。它不是長篇大論講那些固有的知識，佢唔係長篇大論講嗰啲固有嘅知識，它是在歷史的時刻抓住時間神學的要點，現在這些以神說話。佢係喺歷史嘅時刻捉住時間神學嘅要點，而家直接向父上帝説話。時候到了，時候到了，什麼時候？咩時候？是什麼時候到？係乜嘢時候到？這個時候跟前2天有什麼不同？呢個時候同埋前2日有乜嘢唔同？為什麼叫做時候到了？點解叫做時候到了？這時候到了有什麼記號？時候到了有乜嘢記號？這是沒有人可以明白。呢個係冇人可以明白。耶穌基督一個人明白。得耶穌基督一個人明白。明白什麼？明白乜嘢？就是明白時候到了。就係明白時候到了。這個到了嘅時候是什麼時候呢？呢個到咗嘅時候係乜嘢時候？就是只要照父所定的旨意被人殺、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到了。就係只要按住父所定嘅時候，要被殺、被釘喺十字架上嘅時候。歷世歷代聖徒等候有一天救恩要成全的時候到了。就係歷世歷代嘅聖徒等候救恩要成就嘅時候，就係呢個時候到。就是聖經預言彌賽亞必須受苦，那個受苦的時候現在到了。就係聖經預言嚟就話必須受苦，嗰個受苦嘅時間而家到了。我們應該這樣說，我哋應該咁樣講。那時候彼得、雅各、約翰、安德烈、巴多羅買所有的門徒，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這個時候到了。我哋可以話當時12門徒冇一個門徒知道呢個時候係咩時候到，只有耶穌知道，得耶穌知道。耶穌基督的思想跟這些跟隨他3年半的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樣。所以耶穌嘅思想同埋嗰啲跟隨佢3年半嘅人嘅思想完全唔一樣。有時候我也很有這樣的感覺，有時我都好有呢一種嘅感覺。一個常常跟我在一起的人，在最重要的時刻，完全不知道我們面對什麼事情。好多跟隨我嘅人喺最重要嘅時候，好似完全唔知道將要發生咩事咁。我盼望聽我翻譯的明白我的心，我盼望睇我翻譯嘅明白我嘅心。我盼望與我同工的明白我的心，我盼望與我同工嘅明白我嘅心。我盼望與我一同聽到聚會的人明白我的心。我盼望與我一齊聽到聚會嘅弟兄姊妹明白我嘅心。那麼許多時候我們真有注重的事情的時候，別人不是注重的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注重嘅事情嘅時候，其他人係唔注重。今天這個聚會要把什麼重要的道理講出來，很多人不注意，很多人只注意今天錢奉獻夠不夠。好多人就係諗今日嘅道重要嘅地方，佢唔係處理啲，就係諗奉獻夠唔夠。是不是要把什麼東西講清楚？今天要講清楚。係咪有咩嘢應該要講清楚？今日就要講清楚。很多人只講今天的奉獻夠不夠？好多人就係諗今日嘅奉獻夠唔夠？今天人多不多？今日嘅人多唔多？所以很多人注重的就那外圍嘅次要嘅東西。所以好多人注重就係外圍嗰啲次要嘅嘢。重心點神的旨意，很多人不注意到。重心點神嘅旨意，好多人冇注意到。你不奇怪，所以你唔會奇怪。布道團經過了1-20年，布道團經過1-20年，有些同工突然就不見了。有啲嘅同工突然間唔見咗，為什麼呢？點解？因為他發現他要的跟我們要的是不一樣的，所以他就走了。因為佢發現佢要同埋我哋所要嘅唔一樣，所以佢哋就離開。
耶稣基督要被卖的时候，但係耶穌基督要被賣嘅時候，时候到了。時候到了。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，我們要在其中歡喜快樂。那成就救恩的時候到了。係知道這是耶和華所定嘅日子，我們在其中要歡喜快樂。呢個救恩嘅日子要成就啦。那時候是什麼時候？嗰個時候係乜嘢時候？猶大說：這是最好的機會，跟他3年半，趁機會賣他的30塊錢的時候到了。猶大話呢個係最好嘅時候，就係將佢出賣30兩銀錢嘅時候。這個機會不把握，我哪裡跟耶穌還有錢賺呢？呢個時候我唔把握再跟耶穌仲有咩錢賺呢？耶穌所講的時候是神旨意的時候，猶大所講的時候是趁機會賺錢的時候。所以耶穌講嘅時候係神旨意嘅時候，而猶大講嘅時候係趁機會賺錢嘅時候。耶穌講的時候是道成肉身33年，預備一個健壯的身體，被砸、被刺、流血的時候到。耶穌講嘅時候係33年半預備呢個身體被刺、被砸、被殺嘅呢個時候。但是彼得所講的時候到了，他要做王，我馬上可以變成外交部長。但係彼得諗嘅時候就係佢要作王，我即刻變成佢嘅外交部長。基督以父的事為念以外，除咗基督以父嘅事為念之外，跟隨耶穌的人各懷鬼胎，跟隨耶穌嘅人各懷鬼胎，各想自己私心裡面所定的目的，各自去諗自己私心所定出嚟嘅目的。耶穌不跟他們談，所以耶穌唔同佢哋講，對父獨白。耶穌向父獨白：父啊，父啊，時候到，時候到了。誰明白他在講什麼？邊個明白佢講緊乜嘢？沒有一個人明白他在講什麼。冇一個人明白佢講緊乜嘢。他自己知道他對父講的是什麼，得佢自己知道佢對父所講嘅係乜嘢。父同聖靈知道聖子在講什麼，得父同埋聖靈知道子講緊乜嘢。榮耀你的兒子，父啊，你榮耀你嘅兒子，兒子也榮耀你，讓你嘅兒子都榮耀你。為什麼耶穌需要上帝給他的榮耀？點解耶穌需要上帝俾佢嘅榮耀？耶穌絕對不祈求任何一個人給他榮耀，因為耶穌絕對唔祈求任何一個人俾佢嘅榮耀。耶穌指責他的門徒，你們彼此受榮耀，要到什麼時候？耶穌指責佢們講：你哋彼此受榮耀要到幾時呢？不求從人來的榮耀，這個人是真的；唔求從人而嚟嘅榮耀，呢一個人係真嘅。我們要嚴格的、誠實的承認，我們是很喜歡得到人榮耀的基督徒。我哋要嚴格同埋承認，我哋係好中意得罪人榮耀嘅基督徒。有個人講你的壞話，你恨死他了；有啲人講你嘅壞話，你嬲佢嬲到不得了。有個人稱讚你，完全過獎，你也很願意接受。有啲人讚你完全係過獎，你完全接受。點解？你內心的深處本來就盼望人榮耀你啊！因為你內心深處就盼望人去榮耀你啊！為什麼人家稱讚你很高興？點解人讚你好開心？為什麼人家講你的好話你很歡喜？點解人講你嘅好話你會覺得好中意？為什麼人家按真理告訴你的錯誤你很生氣？點解人按真理話俾你知你嘅錯誤你會好嬲呢？你雖然做了這麼久，到今天你還是能貪求人來的榮耀。因為你做禮拜咁耐，到今日你仍然係貪求從人而嚟嘅榮耀。為什麼我們受不了人對我們的批判？唔怪得知我哋忍受唔到人對我哋嘅批判，受不了最好的弟兄給我們用真理誠實的指責。我哋忍受唔到最好嘅弟兄用真理對我哋嘅指責。一方面無心行道，我哋一方面無心行道，另外一方面只有心聽人的稱讚。另外一方面就係有心去聽人嘅稱讚。這樣膚淺的基督徒，咁膚淺嘅基督徒，不能明白耶穌講這句話意思，係唔能夠明白耶穌講呢一句説話嘅意思。耶穌說：父啊，求你榮耀你的兒子。耶穌話：父啊，求你榮耀你嘅兒子。為什麼耶穌要從上帝來的榮耀？點解耶穌要從神而嚟嘅榮耀呢？只有從上帝而來的榮耀才是真的，因為只有從上帝而嚟嘅榮耀先至係真嘅。上帝而來的榮耀才是永遠的，上帝而嚟嘅榮耀先至係永遠嘅。上帝而來的榮耀才是不能過去的，上帝而嚟嘅榮耀先至唔可能被奪去嘅。耶穌基督很清楚這個事情。
耶穌基督好清楚呢一件事。那么耶穌基督有沒有得過上帝給他的榮耀呢？咁耶穌基督有冇得過上帝俾佢嘅榮耀呢？有好多次，好多次，最重要的2次。而最重要嘅2次，受洗的時候，就係佢受洗嘅時候，跟他登山變像的時候。佢登山變像嘅時候，耶穌受洗的時候，當耶穌受洗嘅時候，約翰伸出手來按在他身上，用水洗他。約翰伸出手嚟，然後往喺佢身上替佢施洗。許多人在旁邊觀看，好多人喺隔離度觀看，按照宗教的常規，按住宗教嘅常規，按照社會的常理，按住社會嘅常理，誰給別人施洗，施洗者的位分一定比被施洗的人更高一些。邊個替人施洗，施洗者嘅地位一定比被施洗者嘅地位更高。你把手按在誰的身上，就證明你比他更前輩，你比他更有資格來按你，來施洗他。你將手按喺呢個身上，就代表你呢個更前輩可以有資格嚟到按佢同埋替佢施洗。甚至在這個暫時委屈的現象中的時候，當甚至喺呢個暫時委屈嘅呢個現況中間嘅時候，人怎麼會看見基督的榮耀？人點會睇得見基督嘅榮耀？人怎麼看見基督的超然？人點樣睇得見基督嘅超然？他只看見原來基督比施洗約翰低一點。佢哋就係睇見原來基督比施洗約翰仲要低一啲。耶穌基督也沒有替自己辯護。咁樣耶穌基督都冇替自己辯護。耶穌也沒有對約翰說：等一等，我先講幾句話，你再給我施洗好不好？耶穌又冇先話，你等一等，等我先講句説話，你再替我施洗好唔好？所有的同胞注意聽，所有嘅同胞注意聽。我本來比他大，我本來大過佢，但是今天呢要受洗，故意上帝許諾他安置在我頭上。但係今日嘅受洗，上帝故意容許佢嘅手按喺我嘅頭上面。你們不要看錯哦，你哋唔好搞錯啊！我是創造他的，我係創造佢嘅，他是比我遲來的，佢係比我遲嚟嘅，我永恆就有的，我係從永恆就有嘅。你們知道哦？你哋知道啊？我是甘願降卑，然後讓他施洗的。我係甘願降卑，然後俾佢施洗。懂不懂？知唔知？聽見了啊？聽得見啊？現在呀，好啦，今日你可以同我施洗。耶穌沒有這樣，耶穌冇咁樣，為什麼呢？點解？因為他從來不求自己的榮因耀，為從來唔求自己而嚟嘅榮耀。是上帝的兒子，佢係上帝嘅兒子，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佢本有上帝嘅形象，不與上帝搶奪，但係唔與上帝搶奪，反倒甘願虛己，反倒甘願虛己。希臘文叫做 kenosis，希文叫 kenosis，倒空自己，就係倒空自己，把自己虛己倒空的結果，將自己虛己倒空嘅結果，變成按外貌來看，比別人更卑微，就變成按外貌嚟睇，比其他人更加卑微，別人更羞辱，比其他人更加羞辱，別人更低流，比其他人更加嘅低下，別人更有限，比其他人更加有限。這是基督的美德，但係呢一個係基督嘅美德，搶奪的美德，唔強奪嘅美德，謙順的美德，謙遜嘅美德，甘願低下的美德，甘願低下嘅美德，虛己的美德，虛己嘅美德，倒空自己的美德，倒空自己嘅美德，捨棄自己的美德，捨去自己嘅美德，這叫做靈性，呢一個叫做靈性，這叫做順從天父，呢一個叫做順從天父，這個叫做聖徒最好的榜樣。呢個叫做聖徒最好嘅榜樣。當一個人這樣謙順的時候，當一個人咁謙遜嘅時候，我告訴你，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怎樣謙順，我話俾你知，冇人知道佢係點樣謙遜法，父上帝知道，但係父上帝知道，上帝不等你自我解釋，所以上帝唔等你自我解釋，上帝不要你自吹自擂，上帝唔要你自吹自擂，公義的上帝從天上榮耀你。公義嘅上帝從天上榮耀你。耶穌受洗的時候，所以當耶穌受洗嘅時候，天開了，天開了，父從天上講話，父從天上講話，靈從天上下來，靈從天上降下，降在耶穌的身上，降喺耶穌嘅身上，不是降在約翰的身上，唔係降喺約翰嘅身上，好像鴿子臨到他的身上，好似鴿子臨到佢身上咁樣，就知道這個領受聖靈的是誰。咁你就知道呢個領受聖靈嘅係邊個。耶穌自己不講話，但係耶穌自己唔講話，天開了，天開了，天上有聲音說，天上有聲音說，這是我的愛子，
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所喜悅你嘅。们要听他，你哋要聽你佢，们不是听约翰吗？你哋唔係聽約翰，不要以为约翰比他更大，可以给他施洗。你哋唔好以為約翰比佢更大可以替佢施洗。这是我的儿子，這是我嘅愛所子，喜悦的。我所喜悅嘅。这件事告訴我們呢一件事話俾我哋知乜嘢？ ，Jesus was crucified when he humiliated himself。就係基督佢曾經降卑謙虛自己的時候，上帝是榮耀他。就係基督曾經降卑自己嘅時候，上帝曾經榮耀佢。今天很多的傳道人自己榮耀自己，所以上帝丟棄他。今日好多傳道人自己去榮耀自己，所以上帝丟棄佢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委怕人都知道他多厲害，天天介紹自己，所以沒有辦法把耶穌介紹出來。今日好多基督徒怕冇人知佢犀利，每日介紹自己，所以冇法子將基督介紹到出嚟。我28歲的時候，我28歲嘅時候，我知道有一個大佈道家，我知道有一個大佈道家。後來我29歲、30歲聽他講道的，他的能力越來越小，越來越小。後嚟我29、30歲嘅時候聽佢講到，佢嘅能力越嚟越細，我就懼怕兩件事，我就好怕兩件事，懼怕很多傳道人越老越沒有能力。好怕好多傳道人越老越冇能力，很懼怕我自己老了被上帝丟棄，同埋怕自己老嘅時候被上帝丟棄。我就很嚴肅的要知道這個人的能力為什麼丟掉。我就好嚴肅要知道呢個人點解會失去佢嘅能我力。有一個很老的長老，後嚟有一個好老嘅長他老，就是對我們年輕的傳道人講道，佢就對我哋年輕嘅傳道人講他道，就提到這個佈道家，佢就提到呢一個佈道家。你們知道這個名字嗎？佢話：你哋知道呢個名嗎？我知道。我哋話知道。我告訴你，他年老的時候，神很少跟他同在。我話俾你哋知道，佢年老嘅時候，上帝好少與佢同在。我想時間到了，我要明白，我早要明白的道理，到底是不是今天他有講的？我就話我要明白，我早想明白道理係咪佢今日要講出嚟？當這個佈道家年輕的時候，佢話當呢個佈道家年輕嘅時候，沒有學位，冇學位，沒有經驗，冇經驗，沒有學問，冇學問，也沒有世界遊歷的經驗，亦都冇世界遊歷嘅經驗，只能講聖經，所以只可以講聖經。講聖經，講都是講聖經，講，一直都係講聖經。勇敢講，勇敢講，滿身流淚講，流汗講，滿身流汗講，聽眾很受感動。所以聽眾好受感動。後來因為有人看他講得很好，請他到處去講道。後嚟因為有人睇見佢講得好好，就周圍請佢講道。有歐美的人也請他去講道。歐美嘅人都請佢講道。他遊歷了世界1圈、2圈、3圈以後，佢遊歷世界2圈、3圈之後，回到亞洲再講道的時候，佢翻到亞洲再講道嘅時候，他現在不要大聲講了。佢開始唔要大聲講。現在他不要再大聲講。佢而家唔再要大聲講。因為在歐洲、在美國講道是有冷氣的，因為喺美國講道係有冷氣㗎。回到亞洲這麼熱，回到亞洲咁熱，所以他就不甘心大聲講道，所以佢唔甘心大聲講道，慢慢講。佢就慢慢講。他自己想，我已經有更多經驗了，所以佢又自己諗，已經覺得有更多經驗。遊歷世界幾次了，我遊歷世界已經幾次啦。都知道我的身份跟別的傳道人是不一樣。咁樣大家都知道我嘅身份同其他傳道人係唔一樣。我現在習慣了冷氣房講道，佢而家習慣咗喺冷氣房度講道。回到這麼熱的亞洲講道，他很不慣。翻返去東門嘅亞洲講道，佢唔習慣。所以他說：你們這裡沒有冷氣。所以佢話：你哋呢度冇冷氣。熱到這個地步，傳道人太辛苦。熱到呢個地步，傳道人太辛苦啦。當然，亞洲那時候很貧窮。當然嗰時嘅亞洲好窮。不可以因為你說這一番辛苦就去買冷氣，沒有錢嘛。呢度好辛苦就買冷氣，冇錢嘛。講來講去還是沒有冷氣。所以講嚟講去仍然冇冷氣。要一把大扇在台上，一面講一面搖扇。所以佢就一面講道，一面撥住把大扇。聽眾聽他，看他搖來搖去，注意力也給他搖散。聽眾本來聽佢講道，但係睇佢把扇一路撥，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喺佢撥扇嗰度。後面拿聖經嘅上帝的道，上帝如此說。以前你唔好聖經話，上帝嘅道，上帝咁樣講。現在拿一個扇，右手拿有可口可樂。而家左手撥扇，右手拎住罐可樂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姊妹，上帝說，上帝話，聽眾聽不見道，所以聽眾聽唔到道，看見他不甘願傳道，
睇見佢唔甘願講道，看見他一面舀山，一面喝汽水，睇見佢一邊潑線一邊飲汽水，那么注意力慢慢分散，佢嘅注意力慢慢分散之後，聽眾越來越少。聽眾越嚟越少。講道裡面加了什麼話，你知道嗎？咁樣講道邊加咗咩説話，你知唔知道？我在美國多少教會講？我喺美國幾多間教會講過道，某個州的州長也來聽我講。呢個州嘅州長都嚟聽我講道。如果大學的校長跟着討論中國教會的情形，邊個大學嘅校長同我討論中國教會嘅情形，這些跟要講的道沒關係。呢啲同埋所講嘅道係冇關係。這些更不是亞洲基督徒心靈所需要的。呢啲更加唔係亞洲基督徒心靈所需要嘅。主的靈慢慢離開。所以主嘅靈慢慢離開佢，點解？上帝不願意榮耀這樣的傳道人，因為上帝唔願意榮耀咁樣嘅傳道人。一個傳道人真心高舉十字架，當一個傳道人真心高舉十字架，真心榮耀上帝，真心榮耀上帝，上帝很樂意榮耀這個傳道人。上帝好樂意榮耀咁樣嘅傳道人。受洗的時候，當耶穌受洗嘅時候，沒有喧鬧，冇喧嚷，沒有誇張，冇誇張，沒有自我介紹，冇自我介紹，沒有高抬自己，冇高抬自己，謙卑在司約翰的手下，謙卑自己思想約翰嘅手下。天父叫天開了，天父叫天開了，自己講這句話，自己講呢一句話，說我的兒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他。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他。現在的弟兄姊妹，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榮耀哪裡來？榮耀喺邊一度嚟？榮耀有4個源頭，榮耀有4個源頭。一個源頭，第一個源頭，自己榮耀自己；自己榮耀自己。第二個源頭，第二個源頭，撒旦捧你，撒旦吹你，撒旦把你抬得很高。就係撒旦吹捧你，將你抬到好高。第三個榮耀從人而來，榮耀從人而嚟。從人而來的榮耀又有兩種。咁樣從人而嚟嘅榮耀又有兩種，一種是你用友情、用錢財、用利害關係收買人，叫人來榮耀你。一種係用人情、用利害關係嚟收買人，嚟到榮耀住你自己。第二種是你真正真材實料，有人欣賞、尊重，他們主動要來榮耀你。第二種就係你真正有真材實料，佢哋主動嚟榮耀你。這是第三種榮耀嘅源頭。呢個第三種榮耀嘅源頭。這些榮耀到你身上來，有的很有價值，有的一文不值。咁呢啲嘅榮耀臨到你嘅身上，有啲係好有價值，有啲係一文不值。第四種榮耀嘅源頭，到第四種榮耀嘅源頭，上帝榮耀一個人，就係上帝榮耀一個人。上帝要高舉一個人嘅時候，咁當上帝要高舉一個人嘅時候，肯定他的僕人嘅時候，上帝要肯定佢嘅僕人嘅時候，沒有人的誹謗可以打倒他，冇人嘅毀謗可以打倒佢，沒有人的攻擊可以威脅他，冇人嘅攻擊可以威脅佢，沒有人利害關係可以誘惑他，冇人嘅利害關係可以誘惑佢，沒有人可以影響他，冇人可以影響佢。神榮耀一個人的時候，當神榮耀一個人嘅時候，他們所得到的稱讚，所得到的高位，是沒有人可以過去。呢個人得到嘅稱讚同埋高位，冇人拎得走。感謝上帝，感謝上帝。撒旦用各樣的辦法榮耀自己，最後上帝把他撇下、摔下，死在邊頭。撒旦用各樣嘅辦法嚟榮耀自己，結果上帝將佢摔倒。耶穌基督從來不榮耀自己，但係耶穌基督從來唔榮耀自己。上帝在他最卑微的時候高舉了他，上帝喺佢最卑微嘅時候高舉咗佢。在受人冤屈的時候，上帝親自見證他。喺受人厭棄嘅時候，上帝親自見證佢。第一次，呢個第一次。第二次最重要的例子，第二次最重要嘅例子，耶穌登山變相的時候，耶穌登山變像嘅時候，突然間摩西出現，突然間摩西出現，以利亞也出現。以利亞又出現。摩西跟以利亞是舊約裡面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。摩西同埋以利亞係舊約最具代表性嘅兩個人物。舊約就是為新約預備嘅，成個舊約就係為咗預備新約。新約是神自己到世界上來，
新約係神自己嚟到世界，旧約的神借着先知，借着许多他的仆人预告他的儿子要来。而舊約係上帝藉住先知同埋好多佢嘅僕人預告彌賽亞要嚟到，所以旧約是預備，所以舊約係預備，新約是兑現，新約係兌現，舊約是預言，而舊約係預言，新約是成全，新約係成全，舊約是預告，舊約係預告，新約是親自的來到，而新約係親自嘅嚟到。所以耶穌基督到世界上來的時候，所以耶穌基督嚟到世界嘅時候，成全舊約所預告、所預言、所預表的事物。係要成全舊約所預表、預告要成全嘅事情。伊甸園裏面，上帝預告女人的後裔要到世界上來。伊甸園入面預告女人嘅後裔要嚟到世界。在摩西的五祭裏面，借着祭牲預表耶穌替我們死。摩西五經藉住祭牲預表耶穌替我哋死。用先知所講的話，預言彌賽亞要來到。眾先知所講嘅説話，預言彌賽亞要嚟到。舊約的預備，所以舊約嘅預備、預告、預表、新約耶穌道成肉身的時候，就兌現，就成全出來了。新約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就兌現成全出嚟啦。耶穌到世界上來的時候，咁當耶穌嚟到世界嘅時候，成全了舊約所預備的一切的一切，就成全咗舊約所預備嘅一切嘅一切。這樣咁樣嚟講，新約是很重要，新約係好重要。當耶穌登山變相的時候，同埋當耶穌登山變像嘅時候，就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，摩西的到來、以利亞的到來，證明他們過去所做的工作，不過是為了耶穌真正道成肉身的兌現。係話俾我哋知道舊約摩西、以利亞嘅到嚟係預表耶穌新約嚟到真正嘅成全。所以當三個人同時出現的時候，所以當三個人同時出現嘅時候，重心在哪裡？重心喺邊度啊？誰呀？是耶穌，對不對？喺耶穌身上啱唔啱？耶穌是昨天見、今天見、明天也一同吃飯，普通人嘛。但係耶穌係尋日見、今日見，即係用一齊食飯嘅普通人嘛。摩西是1500年以前，還有人見過，這1500年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摩西1500年前有人見過，但係之後1500年都冇人見過佢。現在出現了，而家出現啦！哇，這個叫做千載難逢的時機。哇！呢個叫做千載難逢嘅時機。以利亞也出現了，以利亞又出現啦！數百年一次顯現的好時刻。呢個係數百年顯現一次嘅好時機。彼得、雅各、約翰睡覺一起來，一看見就被摩西、以利亞吸引，忘記耶穌。所以彼得、雅各、約翰一瞓醒就被摩西同埋以利亞所吸引住。從人的現象來看，從人嘅現象嚟睇，這兩個人喧賓奪主，呢兩個人喧賓奪主，他們為救恩效勞，佢哋為救恩效勞。無論是律法，無論係律法，預備人接受耶穌；預備人接受耶穌，無論是先知，無論係先知，預備人迎接耶穌。預備人迎接耶穌。這位每天跟人在一起的耶穌，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了。但係呢個每日同人喺埋一齊嘅耶穌，好似冇乜特別啦。為耶穌做見證的律法跟先知，忽然喧賓奪主，變成被焦點、被注重的最重要的焦點。為耶穌作見證嘅律法先知，而家變成被注重嘅焦點啦。當教會把整個意象搞亂的時候，咁樣當教會將成個異象搞亂嘅時候，侍奉不再以上帝核心裡面的焦點做我們中心的時候，當我哋侍奉唔再以上帝核心嘅焦點作為中心嘅時候，很多人沒有看到，好多人冇睇見，很多人沒有注意到，好多人冇注意到。當教會建堂的時候，當教會建堂嘅時候，整個講台都是講錢的事情，成個講台都係講錢嘅事情，忘記了教會是傳講信息的地方。唔記得咗教會傳講信息嘅地方。正在建堂的時候，正在建堂嘅時候，這世人那1-2年根本沒有聽到，天天在講我們的錢夠不夠，夠不夠。執事們根本係聽唔到，佢哋就係講錢夠唔夠，錢夠唔夠。教會已經失去了核心，所以教會已經失去咗核心，教會已經脫離了神要我們注重的重點，教會失去咗神要我哋注重嘅重點，被我們四周圍次要的東西所吸引，忘記了我們存在真正的功用是什麼。我哋被周圍次要嘅重點吸引，忘記我哋真正侍奉嘅重點係啲乜嘢。禮拜堂建好了以後，禮拜堂建好之後，已經習慣不要講重點的信息，
已經習慣唔講重點嘅信息，開始注意這麼大的禮拜堂有維修費從哪裡來，要開始注咁大嘅禮拜堂維修費用喺邊度嚟，意向就失去，意象就失去，神殿嘅中心就動搖，神殿嘅中心就動搖啦，信仰嘅基礎荒廢，我哋信仰嘅基礎就荒廢，這個很危險嘅事。呢個係好危險嘅事。所以我告訴你，所以我話俾你知，我見到教會嘅時候，我見嗰個教會嘅時候，從起初到今天，從起初到今日，信息嘅中心還是抓緊，我信息嘅中心仍然捉緊嘅，不可妥協的，唔可以妥協嘅。當上帝放棄了一個教會，你多少錢也沒用。如果當上帝放棄呢個教會，你有幾多錢都冇用。上帝不同在的，你怎麼喊也沒有效。當上帝唔同在嘅時候，你點樣去喊叫都唔會有用。所以很自然，所以好自然嘅。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去看以利亞，看這個摩西，他們就不注意耶穌了。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就睇摩西同埋以利亞就唔注意耶穌啦。真正看到這個危機的是誰？真正睇見呢個危機係邊個？是上帝。係上帝。上帝把雲彩遮蓋了他們。上帝用雲彩遮蓋住佢哋，風把雲彩吹掉。再用風將雲彩吹散。雲彩吹過以後，他們發現摩西不見了，以利亞也不見了。當雲彩吹走嘅時候，佢哋發現摩西、以利亞都唔見咗啦。看見耶穌一個人，淨係睇見耶穌一人。什麼意思呢？咩意思呢？ Regain the vision， 就係重新去得着異象。Regain the focal point， 重新得着焦點。Regain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will of God， 重新得着上帝旨意中嘅中心點。Regain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Jesus Christ， 重新去得着耶穌基督嘅重要性。再被肯定，耶穌再被肯定啦。上帝再一次說，上帝再一次話：這是我的兒子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，我所喜悅嘅。你們要聽他，你要聽佢。忠心不可轉離，終身不可轉離，根基不可動搖，根基唔可以動搖，神的旨意不可更替，神嘅旨意唔可以更替，要繼續圍繞在神的寶座，要繼續圍繞住喺神嘅寶座，繼續討主的喜悅，繼續討主嘅喜悅，抓住神的旨意，繼續捉住神嘅旨意。什麼辦法呢？用咩辦法？上帝榮耀他的兒子，上帝自己榮耀佢嘅兒子。最少的兩個經驗，呢個係最少嘅兩個經驗。我想講有很多很多，我相信仲有好多，這兩次告訴我，但係呢兩次話俾我哋知，上帝在最緊要的關頭一定要榮耀他的兒子，上帝喺重要嘅關頭一定要榮耀佢嘅兒子。這也是他兒子對上帝最關鍵性、最重要的要求。呢個都係佢嘅兒子對上帝最關鍵性嘅要求。父啊，求你榮耀你的兒子。父啊，求你榮耀你嘅兒子。是你兒子也榮耀你，讓你嘅兒子都榮耀這你。樣也可以替換。呢兩句説話可以替換。你的兒子已經榮耀你，你嘅兒子已經榮耀你。我替你榮耀他。而家你榮耀佢吧。你榮耀你的兒子，你榮耀你嘅兒子你吧。兒子可以繼續的榮耀你。等你嘅兒子可以繼續榮耀你。讀這兩句話，讀呢兩句話，你要哭。你要喊。很多教會不明白這裡面的意義，因為好多教會唔明白入邊嘅意義。耶穌的地位在教會裡面慢慢沒有了。耶穌嘅地位喺教會中間慢慢冇啦。我們不再看見耶穌有榮耀，我哋唔再睇見耶穌有榮耀。我們上帝也不要在那個教會中榮耀他的基督，就是把這個教會慢慢丟掉。如果上帝唔喺嗰個教會嚟榮耀佢嘅基督，就係上帝慢慢丟棄呢一個教會。1940年代，喺1940年代，美國有個禮拜堂是一個人的錢把它建起來的。美國有一間禮拜堂係用一個人嘅錢將佢起出嚟。就 Rockefeller 奉獻錢把紐約的 Riverside Church 全部整個建起來。就係 Rockefeller 將呢個 Riverside Church 用佢嘅錢，一個人將佢全間起好。你 Riverside Church 的鐘樓差不多等於現在房子的20幾層樓高。而呢個教會嘅鐘樓差唔多等於而家嘅大廈20幾層樓高。現在的城市一層大概3公尺。而家我哋城市嘅樓一層大概有3米。Riverside 大概有2倍那麼高。而呢一個嘅 Riverside 大概有2倍高。所以當時是美國最大的、最重要的基督教的大座堂，等於是 Cathedral of the Protestant。
呢個係緊於當時美國最大嘅禮拜堂，2500個座位，2500個座位，大石頭建起來，用好大嘅石頭將佢起出嚟。沒有宗派，冇宗派，代表基督教。就係代表基督教。1935年的時候，到1935年嘅時候，美國所有的宗派的氣息奄奄一息，美國所有宗派嘅氣息係奄奄一息。自由派、新派的神學充斥所有的教會。自由派、新派嘅思想充斥成個教會。大概25到35年的時候，大概25到35年之間，很多的會友秀出的講台都不是在講耶穌基督，好多嘅會友都聞得出講台唔係講緊耶穌基督。天堂嘅地獄的道理不再講了，天堂地獄嘅道理唔再講，悔改重生得救的道理不再講了，悔改重生得救嘅道理唔再講啦。耶穌行神蹟，耶穌拯救人的道理也不再講了。耶穌行神蹟，耶穌拯救人嘅道理都唔再講啦。上帝創造天地的道理也不再信，甚至上帝創造天地嘅道理都唔再信。教會接受了進化論，教會接受咗進化論，教會接受了社會主義，教會接受咗社會福音，教會接受了所謂的罪惡不是人犯罪，所謂的罪惡是社會不公平。教會接受咗罪惡唔係人犯罪，罪惡係社會不公。基本的教義完全破產，基本嘅教義完全破產，純正的信仰完全作廢，純正嘅信仰完全作廢。牧師傳道人開始以社會的公義代替耶穌基督的福音，教會傳道人慢慢以社會嘅公義嚟代替耶穌基督嘅福音，真正的基督受不了，嗰啲真嘅基督徒忍受唔到，就產生了一個運動，叫做這個 Bible Church Movement。咁樣產生一個運動就係 Bible Church Movement，相信聖經的離開教會，所以相信聖經嘅離開教會，大禮拜堂讓宗派的領袖去掌管，讓不信的人去佔有，他們自己在各地的 community 找一個小小的地方做禮拜，敬拜上帝，把教會丟掉。大禮堂交俾嗰啲嘅執事，交俾嗰啲唔信嘅人去佔據，自己開嗰啲細嘅禮拜堂喺嗰度敬拜。接下來是 Bible College Movement 的產生，跟住落嚟 Bible College Movement 嘅產生 Moody Bible College、Moody Bible College、福音派的 Bible College、福音派嘅 Bible College，這些神學院，咁呢一啲嘅神學院看不起學術，就睇唔起學術，只要有福音的信仰，只要有福音嘅信仰，訓練青年愛去傳福音，訓練青年人中意傳福音，希臘文不懂，希臘文唔明，神學派系不懂，神學派系唔明，美國教會就變得很膚淺的教會。咁樣美國教會就變成好膚淺嘅教會。熱心不熱心？熱唔熱心啊？熱心。熱心。愛主不愛主？愛唔愛主啊？愛主。愛主。信仰純正不純正？信仰純唔純正啊？純正。能不能影響征服最有思想的頭腦？不能。可唔可以影響征服最有思想嘅頭腦呢？只能得。吸引阿公阿婆阿媽沒有學問的人到底在哪裡？淨係可以吸引嗰啲冇學問嘅人去到禮拜堂。最高的知識分子一個一個離開教會。最高嘅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咁樣離開教會。40年時代的情形。呢個係差唔多係40年代嘅情形。新派跟福音派在爭鬥。新派同埋福音派喺度戰鬥。長老會最大的神學院。長老會最大嘅神學院落在新派手裏。落喺新派嘅手入邊。4個最好的神學家。4個最好嘅神學家。John Mowley、Gershom Machen、Horace Van Til、B.B. Warfield，一生氣之下，佢哋一生氣之下離開了 Princeton 神學院，到 Westminster 建立了現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，就離開普林斯頓神學院，然後就建立而家嘅惠斯敏特神學院。呢個神學院維持信仰跟學術，讓呢個神學院維持信仰同埋學術，不肯妥協新派。唔肯妥協於新派，不肯降低學術的標準，亦都唔肯降低學術嘅標準。結果從 Westminster 神學院出來的，而家從呢個惠斯敏特神學院出嚟嘅，很多重要的大學嘅校長，有好多重要嘅大學校長，有歸正教會嘅牧師，好多歸正教會嘅牧師，有頭腦嘅人吸引回來，將有頭腦嘅人吸引翻嚟，並且用真理光照文化界。重新用真理光照文化界、政治界等等。在 Boston 有一個叫做 Park Street Church，就是前年請我在他們教會250週年做紀念大會的講員的那個教會。
喺波士頓有一間叫做 Park Street Church，就係佢哋200週年請我做講員嘅嗰一間教會，跟所有反對福音的教會分庭抗禮，反對福音的教會同所有反對方嘅教會分庭抗禮，堅守信仰到現在252年，堅守信仰到而家202年， 202年，繼續持守真理的道，繼續持守真理嘅道。信仰在20世紀，所以信仰喺20世紀產生一個大的增長，產生一個大嘅爭戰。神興起彼得來，咁樣神興起葛培理，最多聽眾的講員，成為最多聽眾嘅講員，因為他還講福音信息，因為佢仍然講福音信息。那些需要真理的人還可以聽他。嗰啲需要真理嘅人仍然可以聽佢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我講這些做什麼？我講呢啲嚟做乜嘢？我告訴你，你要求神的榮耀，我要話俾你知，你要求上帝嘅榮神耀，榮耀你的時神榮耀你嘅時候，候，神知道基督在你的時候，神知道基督喺入邊嘅時候，天上的聲音，這是我的兒子，你們要聽他。天上嘅聲音話：這是我嘅愛子，你們要聽他。沒有基督的聲音，就沒有人聽耶穌的話語。冇基督嘅聲音，就冇人聽基督嘅話語。沒有福音的見證，社會就不需要基督教。冇福音嘅見證，社會就唔需要基督教。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，所以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，不張狂，唔張狂，不自顯，不榮耀自己，唔榮耀自己，他不驕傲，佢唔驕傲，不渲染，唔喧嚷，街上也聽不見他的聲音。街上面都聽唔見佢嘅聲音。每次降杯虛己的時候，每一次降杯虛己嘅時候，上帝就榮耀，上帝就榮耀佢，上帝就榮耀他。上帝就榮耀佢。最後這場長篇大論的禱告，這第一句話是什麼？所以最後佢呢一篇長篇大論嘅禱告，第一句説話係咁樣講：父啊，父啊，時候到了，時候到了，願你榮耀你的兒子，願你榮耀你嘅兒子，使兒子也榮耀你。使兒子都榮耀你。我要結束今天的講道。所以我要結束今日嘅講道。耶穌基督真正需要上帝做見證的時候，是不是受洗的時候？當耶穌基督真正需要上帝見證嘅時候，係咪當佢受洗嘅時候？當然是啊，當然係啊。耶穌真正需要上帝做見證，是不是登山變像的時候？耶穌需要上帝替佢作見證嘅時候，係咪佢登山變像嘅時候？當然是啊。當然係。再問第三個，我再問第三句，耶穌在十字架上受凌辱的時候，是不是需要上帝見證他的時候？耶穌喺十字架受凌辱嘅時候，係咪需要上帝替佢作見證嘅時候？最需要的時候，呢個係最需要嘅時候。結果天不開，天唔開，上帝不講話，上帝唔講話，讓佢淒慘死，讓佢凄慘咁樣死。話就從他口中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為什麼離開我？而且從佢口中講出話：我嘅上帝，我上帝，點解你離開我？今天我講到這裡，今日我講到嘅，你們回去思想，你哋翻去再思想。上帝有沒有聽這個禱告？上帝有冇聽呢一個禱告？父啊，時候到了，父啊，時候到了，願你榮耀你的兒子，願你榮耀你嘅兒子。父有沒有聽？父有冇聽？有啊，有冇啊？你回頭好好想，你回頭自己好好諗。我哋以後再思想，繼續思想。我哋繼續。親愛的主，我們感謝你，你是榮耀的主，卻是從來不榮耀自己的主。你是應當配的尊貴、榮耀、智慧、權柄、豐富、至聖能力的主，你卻成為被上高人。懇求你今天用你的靈引導我們明白這些至聖的奧秘，好像我們從基督裏面看見了以撒般不同的地方。你是怎樣被十字架，你是怎樣成為人類的榜樣。主啊，豈不是我們在受苦的時候依靠你、仰望你，因為我們唯一的盼望是從你而來的。我們不求人來的榮耀，我們求主天上來的見證，聽我們禱告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對不起，今天我們只有講2節。對唔住大家，今日淨係講咗2節。對，只有講1節。唔係點解講咗1節啫？我剛才念3節，我怕我們講完3節。頭先我讀3節，啱我今日講完3節。我們只有講1節。但結果我哋淨係講咗1節。今天的道，但今日嘅道是很重要的，係好重要嘅道。你們感到嗎？你感覺到嗎？感謝上帝，感謝上帝。願上帝賜福。